今年1月，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修订甲中央讨论引渡条例，容许中国甲入罪的人引渡到中国。如果这条修订条定通过，修订条定通过，香港的人权会更加恶劣，以后也袂有勇气返去香港。什么意思？中央讨论引渡条例。入罪的人引渡到中国，现在没空看啊。当时连续这几天拢有民众将唔所新鲜的节目的连真清楚了。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啊，如果你有文章的话。我现在有点一样吗？我就是在玩游戏这样。小靠腰了，怪。这是什么？OK。不知道从哪里聊？要开话啊。让我试一下。靠腰，我刚刚不是有存吗？那个，按到了，我刚按到什么？东西，我刚按到什么东西？连接蓝电量。不要用影片呐，就跟你说要看文字啊。这种东西大家看文字啊，怎么是看这种影片？到底按到什么？不喜欢你还传给我，这很奇怪啊。我比较快，我看文字的速度也很快。看文字了解的速度较慢。我一看文字才能一边玩一边看呐，跟聊天室一样啊。自己找。犯罪条例我看最客观的好不好？这应该是最客观的。我靠，好小哦。好长哦。连接蓝电量。不是啊，所以你要怎么聊嘛？你都没有谈出一个论点来，然后你就要叫我讲，要讲什么？我真的也是不懂。靠腰我知道原因了。为什么他？不是啊，你就讲啊，不懂我就看了啊。这婊哪有人聊天的时候不知道要讲什么？你跟女朋友聊天会这样吗？这我觉得没有逻辑啊。
超级没有逻辑的，是不是？我刚才不是讲完了？我甚至我刚刚就讲了一段话，然后你都没有听哦，全部都台语的那个，你没有听吗？你完全没有听懂，是吗？还是你觉得我讲太快？多管闲事。我是各地台湾人去支持因有点侪讲因素。所以其他国家去支持因拢加管因素，你的意思是安尼？你的代志莫去插，你的意思是安尼？你哪会中我民国人啊？讲安尼？啊无你认为为虾免管嘛？还有人说是今仔日香港人去台湾有点错。5年前出现啊，伫太阳花海文的时阵出现啊。这句话你即摆才知影吗？敢是安尼？这句话5当前就出现过安尼。倒位有限？啥物毋免管伤济？你咧白痴哦！这个物件是一个社会议题，是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呢，侵害民主权益的一个事件呢。你甲我讲免插？来对。够奇怪，你看你这个人爱奇怪啊！大家拢在管这个代志，啊，干那咱唔管哦。无毋是无能力，无有问题。啥物无能力？啥物叫无能力？这句话就奇怪哦。啥物叫无能力？所以你认为爱管落就是爱改变就对啊？敢是安尼？啊，你问题是，大家若拢安尼想，我想问就好。我想就了啊！你免去讨论这个物件，你的意思是安？你敢是安尼？你的意思敢是安尼？啊，那换做是咱变安尼个，那中国中国打下来，咱要安怎？嘛，大家拢看新闻就好啊。你认为像会甲咱斗相共？那咱拢是安尼个心态。你不想帮别人，别人就不会帮你。国家甲国家毋是安尼算的。等到台湾发生地水，我是觉得无可能。啊，问题是，就发生过啊！太阳花校运就是安尼啊！太阳花校运敢毋是安尼？无对啊，但是爱看啊。因为国家这个物件，伊袂主动去斗相共，一定爱人民去请，人民去抗议，人民去申诉联署，因才会国际才会重视，因为这是人民的权益啊。人民才是上大的啊！你若各国的人民拢去关注这个代志，拢去联署这个代志，国际哪有可能袂管？大家拢会去管啊！无毋是啊，但是问题是，你若无支持，你的意思就是大家拢免支持台湾人2350万人免支持，反正有别人会支持。你的意思是台湾无应该管，敢是安尼？你是毋是咧限制别人讲哦？你莫管遮物件，就多事的，安尼毋对呢，安尼就奇怪呢。
啊，就是支持啊，啊无咧。这就亲像讲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中当兵，啊爱你家己爱大家帮伊祝福，这种物件共款，所以你嘛反对这种物件。若有人破病，你袂去祝福别人，赶紧好，敢是安尼？靠人。哦，所以你温良恭俭俭，温良恭俭让就对啦。不免以这种无用的方式抗议。今仔会做安尼，敢是突然之间做安尼？你无去试着了解因即摆的处境是啥物？然后你讲哦，会当买英雄啊，但是问题是像江啊主款。像讲啊权利啊，也是中共啊，你六四就是安尼，六四就是安尼，六四就是大家用和平控制的方式，结果换来安尼下定。我莫讲太阳花，太阳花你可能无赞成，但是六四你就知影嘛，六四就是安尼。因为看到因和平统治的结果是死，因为因看到和平统治的结果是死，所以因无想要死啊。这逻辑足清楚的啊，我感觉足清楚的呢，逻辑足清楚的呢。因无想要死，才用一个方式控制，合理啊，合理啊，照计合理的。若是你袂安尼哦。哦，比如讲，领导附近有一个一直足差的邻居在吵你。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你逐工拢去弄门，甲伊讲较严的，但是伊拢袂听伊，而且愈来愈严重。那安尼，你讲你要用啥物方法？因为安尼才有可能好，安尼才会互搁侪看到这代志有偌严重啊！因用伊的性命做赌注。结果中国也是无去睬伊，安尼，要安怎？当然是找国际啊。安尼敢无你？无情嘛，靠腰24时间前以来尔，你是要去啥来？你看是讲哦，你看大尔。你若是亲像我安尼10点1点钟就有人插你哦，你奇怪呢？你这样哪会安尼啦？你去啥啦？代志就安尼，就甲头一工尔，头2工、头3工，啊你就咧讲哦，为什么大家拢无表态？你创啥啊？这就亲像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就亲像我开2、3工，我就咧讲为啥拢无人看共款啊？还搞清楚？这个例子最清楚。
废话哦，废话哦，啊无我甲你斗嘛，斗1箍，斗2箍拢会使啊，看你要斗偌济。无啊，这都毋是重点啊，这都毋是你的问题啊。我知用啥方法？我毋是国家，我毋是国家，那是国家的物件，那毋是人的物件。增援而已，不算帮助。我知影因会创啥，我也不是国家，我又不是国家，我甚至不是当事人。我也知因会创啥，就是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你一直跟我，你这样问我说，例如说某件事情，可是问题是，我就不知道啊，那还没发生的事情，莫名其妙。卖捆啊！卖捆啊！哦，一直。我是觉得你若纯粹会帮忙，那就爱以前说讲出伊，啥物实际成效来介入。但为什么我是什么政治人物吗？靠腰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？他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，我甚至不是一个什么评论家杀小的，为什么我会想到那种东西啊？你怎么会觉得我会想到那种东西啊？那你袂用讲说因一定会帮忙。我看好吊诡哦，这是诡论呢，这是诡论呢。国际事件这种东西，你没有先了解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侵犯民主的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国家会怎么做？你知道6·4后来他们怎么做吗？就是那一些事情。会先做那些事情，然后再做别的，别的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至少6·4那个时候有做一些事情。那我怎么可能背得出来说哦，他们就是国际上在6·4做了什么事情？我背不出来，怎么可能？莫名其妙你到底在干嘛？看现在在考试哦。
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有什么方法，你可以先找六四国际上在当时六四发生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，类似这样子。因为你要求知，不是我要求知莫名其妙干我现在怎样？我是被考试的人就对了，真是有多奇怪的。哎，有资料可以查的东西，然后你要问我说：“哦，你这样不能讲这样子哦，靠北！明明之前就有人做出这种事情来了。”你如果说不能这样讲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已经有一个实证、一个历史事实在那边了，然后你就说：“哦，不能这样讲。”明明就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，受不了不是。这个东西差不多的东西，你如果觉得这两个有差的话，是你的问题。这就是侵犯民主的事情。它本质上、本质上都是侵犯民主的代志。无同款，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这两件代志是同款的，是民主。这个课就叫民主，伊咧侵犯民主，就是安尼。这不是语言差别的问题，这是意识差别的问题。这意识的问题，这个意识拢是民主，全部拢是民主。香港人无民主遮久啊，就是安尼。靠背啊！你现在在干扰我吗？你可不可以自己去查？你拜托你自己去查好不好？那你老师我在跑 speedrun， 你在叫我去查，我是有很多手泥啊。不奇怪，你有网络可以查的东西，你要问我。靠背，你现在在考试嘛？我就说你不能我就说你这样的问题就很像考试啊！你到底在干嘛啊？你可不可以先去找资料啊？莫名其妙这不叫讨论你在跟我问解答，这个解答是网络上找到的解答，你怎么问我嘞？这太奇怪了。靠背，我就跟你讲是同一个 demo 嘛，这个 demo 就是民主啊。我头讲你听无？伊就咧侵犯民主啊，敢无讲？倒位无讲你讲嘛？无倒位无讲你讲嘛？就电上电白贴白的袂使吗？袂使啊，因为翻上中是最近头一个发生的代志啊，因为法律条例所发生的代志，但是伊的主题是侵犯民主啊。所以，等下，你个创啥小？你讲已经，我是讲已经无民主足久啊，所以这是要清楚的啊。伊本来有变甲无呢，这变清楚哦。啊，是讲你敢无差哦？你若敢无差，你去中国大啊？这人就奇怪的。所以你讲因无民主无差，你无民主无差。架的公挂机器变上电料。刚才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
那什么叫有效率的形式嘛？那你讲什么叫有效率的形式？下面给5号留个星星，下面给5号留个星星。你看，我知道。那下面给5号留个星星。什么叫有效率的形式？怎么？那换我问你啊。那换我问你嘛，你什么形式才是有效率的形式？来，等你回答。每个人拢捐钱出来规划出一个党内金政府，控制。你知我会使笑，因为这就是你无了解讲香港是安怎变成无民主的，伊是豆豆来物件的。一国两制当初是做一国两制当初是保证民主的，结果即马毋是呢。这个规定是20当的规定，20年慢慢的让他们没有。对啊，那你觉得这样有用吗？球场上场内场外都是他们的人，怎么跟他们斗？看过《少林足球》吧？应该不用讲。你怎么跟他们斗？我甲去上手比这种所有观众拢跳入来拍球，无路用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懂。所以你认为，好，现在有点扯到实况的东西了。我觉得你这句话啦，我先讲，有点像是说观众不应该花流量在这种台上，观众应该要花流量在其他的台上。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例如说我的台吗？还是别人的台都可以，你可以举例，是或不是。然后例如说，没
有？你在提的就是实况啊！你不是讲观众2个字吗？你都讲观众2个字了，怎么不是这个事情？你在讲观众这个字不是你就讲了观众2个字啊！要不然还有什么东西？那还有什么东西？你观众有别的观众吗？是怎样的观众？你就是因为实况才知道这件事情啊！我随到你度假踢球的呢。少林足球你没看过？少林足球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干，你根本没 catch 住重点啊！少林足球就不是这样子演的。少林足球就不是这样子演的。受不了你连我的历史都听不懂怎么办？我觉得好难过。我都讲了这么的浅白的东西了，少林足球不是这样演。怎么？没有，你就是听不懂，啊！因为少林足球不是这样演的啊，你硬要扯观众2个字啊，那是不是你用错？你用词错，你词用错了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剧情啊。是你唔懂我想表达的技巧。不是啊，问题是就不是这样演的啊，那就不是这样演，你硬要这样讲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要剧情度，我不懂。靠北还有这种东西啊？还有所谓的剧情度这种东西哦？那请问可以麻烦你解释一下剧情度这3个字是什么东西吗？我没有学过，谢谢。啊？不需要。所以家的观众盖。看你现在在篡改剧情哦，看又不是这样演的。奇怪，人家举这个例子，然后你硬要凹别人的例子。你讲对吧？什么叫对吧？他设计我讲对吧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啦？不是啊！好，我们先讲踢足球这个东西，就是刚才那个踢足球，根本就观众，你好，你知道少林足球的结局是什么吗？怎么会跟观众扯上关系？那你讲你这个表达虾米？整个球场上都是他们的人，你要怎么跟他斗啦？就这样而已啊！就这么够啊！人家有军队，人家有军队，人家有公权力可以制裁你，你怎么跟他斗？嘛？啊，所以你认为要建一个革命军就对了，我理解是没错的。靠北！你以为这20年间香港没有选举吗？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香港的选举一直有舞弊，一直有舞弊案件啊。689，你知道689是什么吧？香港689应该有听过啊。这投票根本就没有用啊！怎么做？你怎么跟他打？你怎么跟他去抗争啊？他就是可以宰制公权力的一个，他就是宰制公权力的一个政体呀、啊。
他是独裁的，他是独裁的。我觉得你真的不了解独裁是什么。你怎么会觉得有用？如果有用，那这20年间为什么都没有用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容忍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容忍，一大堆事件，雨伞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事件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这是你不知道的结，不知道才会有这种以为，你以为他们没有抗争过，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在抗争。黄之锋，铜锣湾书店，一堆，有够多。那为什么你不是啊？那我刚才讲的那几个词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有没有印象？那你怎么会觉得说他们有容忍？这不合逻辑啊！这不合逻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容忍啊。事实就是他们做很多事情，但是还是没有改变。就跟我开台开了2年还是没观众一样啊！大家可以理解吗？事实上，我在游戏，那代表伊付出的心力唔够啊！好，所以你觉得他们活该是这样吗？你这样那样，你真的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滋味，就是没有失败过啊！你一生都很顺遂，然后无法同理失败的人心境，是这样子吗？是啊，怎么不是？他们付出了很多，但是你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不就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哪里不是？不是哪里不是嘛？你告诉我哪里不是啊？你真的真爱定义一个人的呀？哪里不是嘛？你告诉我哪里不是啊？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努力，然后你都没有看到，你还觉得他们做努力做不够？他们失去了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你觉得失去民主没什么？我生活照样过没差，那这样就没有，那这样就无法讨论啦，因為你不认为失去民主是危险的事情啊？我无说无一回事，我说提出一个更有效的成果来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做出很多事情啊，那你这样就很像诸葛啊，事后诸葛啊，你懂吗？你这样就是事后诸葛而已啊！到底在干嘛？唔通去争议啦！到底在干嘛？就事后诸葛而已、啊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哦？你大声什么啦？送了。那你不叫好棒棒？那拜托你赶快去做点好棒棒的事。是不是有啊？直接来，你们讨论我去的。好久不见，我好久没看到你讲话，我好久没看到你讲话，真的好久没看到你，我都快哭了。好，你们讨论，这个我就不讲了。我嘛无说，我他没有办法 catch 我啦，你们处理好不好？他没有办法 catch 我，真的没办法。他的价值，他不认为我重视的东西是
那讲啊，好，拜托讲，大哥讲一下，谢谢。讲多，你可以洗版，拜托把版洗满，那我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，拜托，谢谢大大，拜托。因为我这样完全不知道你的脉络到底在哪里啊。然后你觉得哦有效哦，那不就好棒。你一句话否定了20年他们的努力。那不就好棒。所以呢，那怎么办？就无法改变。我从头到尾都是想表达变上变化之前，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，所以也不用做任何事，你就等死就好了，是这样子吗？等着中国随便把我入罪吗？我现在在网上骂中共，以前我骂得很爽，但是20年后我骂的时候，我被抓走，我被杀了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因为你还是没提方法，你那句话根本就不是方法。那你所谓的方法是什么？有没有可行性的东西？可是你不可能提出什么可行性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香港人。你讨论香港大灯会吗？没有错啊，对吧？这串讲的没有错啊，串吗？串勾引的，串勾引吗？我第一次念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我只是觉得你好像在展现你的优越程度而已，就很奇怪。就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你好像很厉害一样，但是你真的能改变什么吗？我是有点怀疑啊。可是那20年过了，20年过了啊，20年过了啊，你以为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吗？你要不要去查资料一下？因为他们说不定有做过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做，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做，你可以去查。如果你查不到，跟我讲一下，我去查。你要先自己去求证，好不好？你以为香港那边电灯的人，他跟你说，钱财有够影响香港吗？他会跟你说那个什么，说不定可以啊，这样子，可是他不是香港人，所以你讲你不知道，应该没那么困难吧？我希望是没那么困难。靠北，我忘记这是什么了。多少啊？忘了，反正7分钟了，我记。那即马的空间又有啥物是这个生效？看林老师，你就随便耍几句嘴皮子，跟他说哦这样没用哦，你们应该做别的。看你觉得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叫讨论吗？你就在嘴炮而已啊。 你以为香港大灯会的人，钱财有够影响香港吗？ 你这样讲，你这样叫讨论吗？你就在嘴炮而已啊。 你就在嘴炮而已啊。 你这样讲，你这样叫讨论吗？ 你就在嘴炮而已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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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在嘴
你就在嘴炮而已啊。太有趣了。你在问他对吧？我不回答。一二四。我还有跟你讲话不要动怒好了，不然我应该会很累。无效果，就有访问过一个香港人，伊指细了，上少我有管控过。哦，讲出来无奈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没有错